Hello，大家好，中原地產粵深分行嘅 Stev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嚟到綠人新村一個 C 座低層嘅零六室兩房單位。單位咧實用面積445尺，入門口之後咧係一個四四正正幾闊落嘅客飯廳，日字形設計。景觀方面，望翻綠人新村內園景，商場啊、P 座啊、G 座嗰方面嘅方向嘅。望多次個客飯廳先，都幾闊落。一邊擺完梳化之後呢，前面做個掛牆電視，中間仲有位置可以擺茶几啊，甚至乎有小朋友可以做張 playmat 喺度俾小朋友玩都得。飯廳4至6人飯台綽綽有餘，門口位置仲可以做個特色組合鞋櫃，空間都多嘅。嚟到走廊啦，首先左邊第一間呢，單位廚房。四四正正，上下好多儲物空間嘅，2、3個人都唔會話好逼傑。咁啊，業主就將個洗衣機個來去水位咧擺喺廚房嘅位置，咁變相個浴室咧個空間就更加大啦。企缸設計，房間方面咧2間房，細房咧有2邊窗嘅，咁變相開咗就可以有啲對流風啦。擺張4尺床之後呢，加埋個衣櫃，成間房都唔會話好局促。呢一邊窗呢，主要望返其他座數，而另一邊窗呢，就同頭先客廳相約，望返內園嘅。然後嚟到主人房，兩邊窗開完有對流風啦。原本就有個凹位可以擺咗好大衣櫃，好深嘅個衣櫃可以擺得。就算啲西裝褸就咁打橫放入去都完全冇問題。雙人床、床頭櫃、梳妝台都可以嘅。